你有冇諗過養鬼仔真係可以搵錢？你又信唔信有人真係靠五鬼運財嚟種金賺錢？仲唔止一個朋友仔，仲要玩到出人命。呢單案發生喺90年代中，沙田公屋、公園、殮房、警署，仲有神壇，係一單結合謀殺、精神病、不積鑑證、鬼仔，甚至神打嘅奇案。主角就係一個大家都叫佢馬拉仔或者巫師嘅男人林天明。喂，你哋知唔知道香港有啲命案表面睇係自然死亡，其實內裏藏住啲乜嘢驚心動魄？我就同你講一單90年代發生喺沙田嘅奇案，由一具白面老翁屍體開始，就係佢揭開咗成個養鬼仔種金殺人局嘅序幕。1995年9月29號早上，有個跑步阿叔報警，話喺沙田城門河畔公園草叢入面見到個好似係人嘅物體。警察到場一睇，唔係似，直情係一具男屍，就咁瞓咗喺草叢，